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，申命记32章44节到47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到4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最后的话。最后的话，一般来讲，咱拢知影，这叫做遗言啦，吼。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，申命记32章44节到47节，确实嘛是摩西的遗言。最后的话，咱嘛会通讲，伊是一个要离开的时所讲的话，或者是讲最后的劝勉。无论怎样的角度来认定啦，吼，上重要，这是拢来用，拢是非常重要。或者是讲上中肯的一个提醒甲教导啦，吼。摩西伫申命记32章44节到47节的提醒非常的重要。这是一个遗言的歌。经文来讲，摩西甲伦的囝约书亚做伙来，将这首歌念互会众听。摩西的遗言，摩西将这的话拢讲互以色列众人听了后，佮对因讲：我今仔日警戒恁的话，恁着会记住，嘛着吩咐恁的后代切切实实来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，因为这个律法对恁毋是空空无路用，是恁的性命。这个律法会互恁伫过约旦河要占领的地久长来徛起。这段的话重要性无在伫摩西讲的，或者是讲遗言，乃是伊的内容。摩西特别提到着改名的问题，伊讲，因为这个律法对恁毋是空空无路用，是恁的性命。这个律法会互恁伫过约旦河占领的地久长徛起。改名是一种的性命，毋是法条来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因为一般的基督徒、一般的人拢认为改名只不过是一个法条，那白纸黑字安尼是死的。耶稣基督劝勉着伊的门徒，毋通爱做统治的人，乃是爱去做正人的仆人，爱来会晓去服侍人，爱来去听人活出新的改变的生活。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到45节，耶稣对门徒安尼讲：耶稣见来甲因讲，恁知，伫外邦的人中间，遐个互人看做统治者的做主甲因管辖，因的领袖甲因支配。不过恁中间的毋应该是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着做恁的妻婴；爱做第一个，着做正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当是要来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济的人。连耶稣基督来世上，拢毋是为着要互人服侍，是要来服侍人，是为着救赎正人来献出家己的性命，用性命来影响性命，用性命来救赎性命。耶稣基督的劝勉甲摩西最后的劝勉，
拢是非常重要。提醒咱着爱活出上帝诫命的见证。诗篇98篇，上赞掌管世界的上帝。你着向上主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。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。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，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。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实。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，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欢喜唱歌称赞伊。着弹琴称赞上主，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落伊，着用腊八甲扫角，伫上主咱的王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愿海甲海中一切拢出声，世界甲万物嘛出大声。愿江河拍扑啊欢喜。众山岭伫上主的面前做伙快乐唱歌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用公平审判万民。恳求主时刻提醒阮，帮助阮有赞人服侍人的心志。互阮愿意顺服主的诫命，活出听人的见证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